新竹十八尖山是在地民众常常去运动的所在。最近有听讲，这狗遐是规大堆，甚至坐伫椅仔休困也靠狗遐家。经过市政府初步调查，大部分拢是本土的流离狗遐，目前已经来野药啊封治了。大量的狗遐看到，互人感觉规身躯起鸡毛皮，电火条啊顶悬嘛爬满狗遐，连来运动的民众，即马想要找椅仔休困。 拢唔敢凊彩坐落来，这家有椅子都不敢坐了。就要看一下啊，因为坐有可能不小心爬在身上，如果有被咬很麻烦的。第三个我嘛唔知影，我都无注意讲嘿啊三个，我一乌多摆载阮太太坐伫后壁，那都一直给它拨嘞。如果没有留意的话，我发现蚂蚁就会爬上你的脚，对，然后你就觉得痒痒，一看哇，整只脚都蚂蚁。 新竹市18尖山最近出现大量的狗遐，经过市府判断，这款狗遐叫做流离狗遐，一般会出现伫海拔500公尺以下的山区。目前除了派人到现场放防治狗遐用的药啊，来加强伫附近的活动区域进行消毒。初步判断是流离蚁，那目前已启动防治机制，那也有请委外厂商加强热点，如公厕。 步道、扶手、座椅的地方加强清洁，那也有投放耳剂。市府建议民众到18尖山运动，会当尽量穿长裤来加强防护措施。运动员登去厝进前，上好要注意身躯顶，也是骹板敢有狗遐，以免造成困扰。记者朱君豪，新竹报道。